在基督里，我的盼望，它是亮光力量，是个这方礁石，坚固磐石，面对风暴也不动摇，不彼此爱，何等平安，不再惧怕，不再逞强，我的安慰，我的一切，因主的爱，我的站立。唯有基督道成肉身，完全的神成为人子，带来公义，赐下恩典，他来拯救却被弃绝，在十架上耶稣献身，神的愤怒得以平息，在基督里罪别承担，因他的死我的生命。身体埋葬在地，世上真光在黑暗里，直到那日荣耀清晨，从坟墓里基督复活，他已胜过罪恶权势，我不再受咒诅捆绑，因我属他也属我，因主宝血我的救赎，他已胜过罪恶权势，我不再受咒诅捆绑，因我属他也属我，因主宝血我的救赎。我的盼望，我的拯救，我的高台，在基督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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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基督里。
督里。全新生命不再惧怕，基督大能在我里面，生命之处直到最终，我的一切在主手中，没有权势，无一事物能叫我们与神隔绝。到主再来，我归天家，因主大能我的站立，没有权势，无一事物能叫我们与神隔绝。到主再来，我归天家，因主大能我的站立。